好，昨公投甲罢免的结果出来，总统赖清德出面回应讲，会来检讨，会来调整内阁。伊讲哦，行政院长倒英台是请示真济届，伊已经甲伊慰留落来。今若新的内阁，这个人事上紧伫明仔载会来公布名单。对于施政不足之处，执政团队会时时深自检讨，也必须调整改变。8月23公投甲罢免结束，总统赖清德亲身担位回应，证实会调整内阁，并且表示已经慰留真济届请示的行政院长倒英台。根据了解，反映高层过去一礼拜密集讨论各院的名单，上紧2号公布。能够妥善因应新的情势，然后新的团队、新的队形，能够更有力量，能够来解决问题。今晚传出经济部长郭志辉离职了后的课，是由行政院秘书长景明欣接手，总统府副秘书长张顺涵转任行政院秘书长，卫福部长邱泰源、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可能变动，因也包含内政部长刘世芳、交通部长陈世凯、环境部长彭启明、金管会主委彭金良等等的留任，但是在野党批评相关的人事报告无新的想法，也无诚意。这次内阁小幅的改组，还是在小圈圈里面用人？为此大风吹，守成有余，亮点不足，完全看不出来对选民的谦卑，对施政的检讨，跟人民的期待仍旧有一段很大的差距。你说法务部、教育部，你们还是未留，刘世芳随便乱讲话，这些都不适当的。这次政府的改组，我是不看好，也不寄厚望啊。大罢免虽然是公民团体所发起的，但是执政的成效也仍然一定会影响到选民投票的意向。所以呢，民进党必须在未来回应民意的期待。民进党立委坦白讲，唔内阁还有新的气势，伫党部甲党团也应该改革，才当回应民意的期待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